一支200幾蚊嘅波爾多酒能夠擊敗幾大嘅頂級酒莊。呢間酒莊叫 Chateau de Renya， 係波爾多一個極具傳奇色彩嘅存在。佢唔係傳統波爾多分級制嘅列級莊，只係普通嘅優質波爾多級別。但佢背後嘅故事精彩程度完全唔會輸俾嗰啲頂級嘅一級名莊。今日Y Sophie帶你嚟了解一下 Renya 嘅傳奇故事。2009年有一場盲品大賽，歐洲嘅大評審團組織咗一場2001年波爾多頂級紅酒嘅盲品，現場高手雲集，有 Lafite、有麥高酒莊、有 Petrus、有白馬莊等等呢一啲嘅頂級酒王。評審團由歐洲大評審團嘅主席帶領，叫做 Juan Moss。另外仲有2個頂級人馬係世界最佳嘅侍酒師 Olivier Poussier 同埋 Andrew Larson 等等。盲品比賽結果出爐嘅時候，評審連眼珠都差啲跌埋出嚟。呢間 Renya 酒莊竟然攞咗第2名，只係僅僅輸俾當時嘅金鐘酒莊，打低咗當時身價高出幾十倍嘅一級酒莊。Renya 嘅酒不嬲都賣得好平，大概都係200-300蚊一支左右。喺當時嘅價錢嚟講 Lafite 要200蚊歐羅， Latour 係400蚊歐羅左右， Petrus 就更加誇張，要萬幾蚊港紙。所以 Renya 能夠打低咁多個一級莊，反映得出價錢、名氣同盲品嘅結果並冇任何關係。其實 Renya 嘅莊主 Yves Vaillant 當年買落酒莊嘅時候，完全係葡萄酒嘅外行人，但佢做啱咗一樣嘢，佢揾咗地表最強嘅葡萄酒大師嚟做顧問。原來佢個好朋友正正係鼎鼎大名嘅卑行釀酒師 Michel Rolland。當時 Michel Rolland 幫佢揀咗一個名不經傳嘅產區，產區位於兩海之間。其實波爾多好多時嘅酒都有分左岸同右岸之分，左岸以礫石為主，適合種植 Cabernet Sauvignon；右岸以黏土同石灰岩為主，適合種植 Merlot。而 Renya 呢間酒莊偏偏係位於兩者交界嘅兩海之間一座小山丘，佢個土地都非常特別，山頂有住類似左岸 Medoc 嘅礫石，山坡有住類似右岸聖 Emilion 嘅黏土石灰岩。當時幫佢揀呢一塊地嘅好朋友 Michel Rolland 就係睇中咗呢塊土地結合左右岸嘅瘋狂潛力，喺酒莊可以同時複製左右岸嘅頂級風土。佢幫呢位好朋友嘅平民酒莊投入咗無數嘅心血，所以亦都解釋得到點解當年喺盲品大賽上面令到專家都俾 Renya 呢支酒迷惑，根本分唔出佢係邊一岸嘅頂級名莊。講到 Renya 嘅莊主最傳奇嘅就係佢本身都唔識葡萄酒，原來係一位發明家。佢最出名嘅成就就係發明咗世界上第一款嘅電動脱毛機，仲將呢個專利賣咗俾德國嘅百靈牌。不過佢帶住發明家嘅邏輯，用科技嘅思維改造咗酒莊。我哋知道傳統紅酒嘅發酵係喺巨大嘅不鏽鋼或者水泥槽入邊進行，發酵完先會放入木桶陳存，但係佢就自己研發咗一套旋轉橡木桶嘅發明專利。個畫面就好似一個滾筒洗衣機一樣，呢款嘅橡木桶係用嚟釀製 100% Merlot 嘅頂級旗艦酒款，佢自己稱為 Merlot 嘅釀酒法，將葡萄汁直接放入去特製嘅橡木桶入邊，安置喺一個叫做 Oxline 嘅滾動架上面，每日就好似洗衣機咁一轉就轉好幾次。呢一種方法令到葡萄皮同酒液完全密閉，隔絕空氣嘅環境完美融合，釀出嚟嘅酒極度濃郁，單寧絲滑。除咗釀酒，佢酒莊都仲有其他好多地方同人哋唔同，好多酒莊都會引用現代化嘅化學或者物理過濾設備，但係佢就偏偏喺酒莊種咗一整片包括5種唔同品種嘅東方竹林。佢利用呢啲竹子天然嘅過濾能力，將釀酒廠排出嘅廢水直接引流到竹林當中。呢一片嘅竹林唔單止完美淨化咗廢水，仲形成一個巨大嘅碳吸泉基地。佢仲喺酒莊挖咗一個大概有12個足球場咁大嘅巨型人工湖。因為好多時喺春季嘅時候，葡萄藤發芽嘅嫩芽就會俾霜凍傷，如果凍傷咗發唔到芽，就會成年嘅收成直接冇晒。但係呢一個巨大嘅人工湖，日頭吸收咗陽光嘅熱能，到咗有霜凍嘅晚上，就會將溫度慢慢釋放出嚟。呢一座人工湖改變咗周圍嘅微氣候，好似一個巨大嘅溫度調節器，為葡萄園提供咗最完美嘅保護。加上呢一座湖原本隔籬就係一個35公頃嘅古老森林，呢一個水同森林嘅生態系統吸引咗大量嘅蝙蝠同埋雀鳥定居。呢度有個冷知識，酒莊入邊嘅蝙蝠會幫手食咗危害葡萄嘅老虎蛾，咁樣可以令到酒莊完全唔用化學除草劑同埋殺蟲劑，靠生態鏈打造最強嘅風土。至於做生意方面，佢本身就唔係葡萄酒業嘅人。其實波爾多葡萄酒有一套玩咗幾百年嘅傳統規則，叫做波爾多期酒系統。法國傳統酒莊係唔能夠自己賣酒，必須要賣俾大中間商。
中間商再轉口俾進口商、批發商，每一層都利用下一層去賺錢。不過 Ranya 嘅莊主覺得呢個體制太過老舊，打破傳統。Ranya 成為波爾多第一間繞過所有中間商，直接採用咗 DTC，即係直接賣俾消費者。最後呢一間酒莊都仲有幾個彩蛋想同大家分享。Ranya 酒莊入邊有一座非常優雅、歷史悠久嘅玻璃溫室，呢一座溫室嘅設計師正正就係設計巴黎艾菲爾鐵塔嘅古斯塔夫艾菲爾，令到 Ranya 呢間酒莊增添咗滿滿嘅法式浪漫感。另外成日都俾葡萄酒界提起嘅日本經典漫畫《神之水滴》都推介過佢。早喺2004年嘅時候，呢一支 Ranya 就已經登上過呢一套神級漫畫，被作者大力盛讚為超越自身等級嘅超值名酒。漫畫入邊提到濃郁嘅香氣、幼滑溫柔嘅口感，就好似一個着住禮服嘅新郎一樣。好多嘅酒友都係因為我哋嘅介紹而睇到呢一支酒入手。另外佢係少數酒莊有一個卡通嘅吉祥物，幽默嘅漫畫方式同遊客介紹極度專業嘅手工採集、光學分揀、乳酸發酵嘅步驟，令到遊客覺得好專業得嚟又好接地氣。未飲過嘅朋友仔 ，Ranya 係波爾多其中一間酒莊最值得大家入手嘅一間。飲嘅時候可以眯埋眼感受一下當年佢係憑實力打贏咁多間頂級嘅酒莊。我哋係Wine So Funny，我哋下次再見，拜拜。另外我仲有個關於葡萄酒嘅着數要話你知。如果想買到全港最平世界名莊或者靚酒，可以加入我哋嘅私人群組，定期會收到最低嘅葡萄酒優惠。我哋嘅群組已經突破咗3000人啦，掃一掃個 QR code，快啲加入成為我哋一份子。我哋係Wine So Funny，記得訂閱、讚好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下次見，拜拜。